申请安厝贷款推动了后，即马是造成咱国内的房市热扑扑。嘛，因为金融机构贷款的总额伫要满啊，伫要定啊。对方社讲有中部的建商是为着要协助民众，就爱走去问台中也是中华的农会，看农会敢有法度办厝贷款。下晡3点外，台中市潭子区农会信用部的柜台也是真无闲。申请案房贷去年8月上路，房市交易销路，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挖进满水位。中部地区建商为着协助买厝的人办贷款，向农会询问合作机会。潭子区农会最近这个月来问的加3成。外面的商业银行，他们的水位大概房贷的水位大概都满了，我们的那个房贷的询问度大概有多了大概3成左右。新屋的话我们大概我们也是可以做到8成，但是我们农会的话现在大概都做6到7成左右。其实唔那商业银行8大公股行库嘛感受到房市真热。彰化银行2次举行第2季的发说会，表示目前房贷受理案件量济，爱排队拨款，房贷有额已经挖进警戒线。截至今年7月底，本行的房贷余额约为新台币4580亿元，较去年年底增加约490亿元，成长率为12%，已接近了警戒水位。目前是排队拨款当中。台中市不动产开发公会统计，台中市今年前5个月涉案的金额已经超过2100亿，而且今年总涉案的金额有机会突破5000亿的大关，佫创下历史新高。贷款银行少无，转向农会体系去问，甚至跨县市的农会嘛气节来问去。我们这边只有收到反映，是到农会询问房贷的这个情形是有增加的。我们申请的部分是8月的前2周，1周的平均进件量大概是200件，那上一周大概就有230件。农业金融署表示，全国农会询问房贷拢有增加，8月申请贷款的案件每礼拜拢维持伫200件左右，房市会热偌久，还佫有待观察。不过，房贷市场已经渐渐出现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